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日台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寒流到位，天气是寒死死。早暗到今日透早是温度上低的时阵，今日透早台湾本岛、台中以北温度拢伫9度以下。宜兰的太平山嘛落雪，是今年入冬头一场雪。太平山的国家森林园区今日透早6点，就有民众排队等要入园去看雪。玉山气象站伫咧办事中道落冰珠，落差不多35分钟。宜兰县太平山办事规工，温度计阁落雨，规个雾茫茫。真侪游客提早来想要看雪。基于游客安全的考量，将于22日清晨进行道路的巡检以及破冰的作业。届时将会机动性调整开园时间。办事暗时11点外，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温度降到摄氏零下6度，水气阁正饱，所以太平山落入冬以来第一场雪。太平山游乐区园方今仔日将会实施动态总量管制，入园的车若到1000台时阵，就不当阁再入去。因若伫四山北平办事也落冰雪啊。伫北陵甲石头拢结冰，无啥好行。提醒已经去山顶的山友爱注意安全。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台中以北地区拜五透早上低温度拢伫咧9度以下，桃园市杨梅区也出现6.7度。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都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那其他的地方也可能低温在10度或10度上下哦。尤其空旷近山区的地方，气温都还会再更低一点点，甚至呢，在北部局部地区也不排除出现将近6度左右的低温。自今仔日开始，水气慢慢变少，只敢剩桃园以北、东半部甲南部地区有局部地渐雨。北部是湿阁冷，中部以南因为辐射冷却，有一寡所在温度阁较低，是不是落雪就要看温度加水汽条件。北部的雪山的山区，然后另外可能在南湖山区，或者是在合欢山以北一直到南湖山区这一段。那另外就是在南部，可能在玉山山区也会有一点机会，因为它的高度够高。这几天天气拢较冷，医生讲最近已经收治真侪因为血压升悬造成脑中风的个案。所以，三县族群的民众在寒流期间，要特别注意保持温暖，穿较少咧。记者综合报道。同齐关心天气，今日同齐嘛有入冬头一波寒流，咱台湾各地对站开始到今日透早拢真寒。咱来看温度。台中以北透早气温拢伫9度以下，新北、桃园、新竹、连江有的所在甚至是出现6度以下气温。日是开始会回温，啊，毋过无啥明显。北部、宜兰、花莲今日高温也只有12度至14度，中南部、台东也个今日高温是17度至20度。落雨部分受南平水气向北平刷影响，日时落雨所在是以桃园以北、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为主。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是侪云，暗时落雨范围会变较大。北部、东半部、中部山区拢会有局部短暂雨。详细的消息来关心这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中欧国家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超过15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25个伤者当中有10个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凶手是一个学生，而且已经死亡。这是这几档当地上界严重的枪案，不过已经排除是恐怖攻击，甲恐怖攻击无关系。枪案发生时阵，有几个人被到查理大厦这栋大楼外墙的平台顶面。警方讲，枪手已经死亡，这是捷克近代史上上严重的枪击事件，几多10个人伤亡。My daughter was over there. I was trying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her. But meanwhile, there was a repeating shooting. 21下昼，警方接到报案，讲伫市中心查理大厦杨帕拉广场文学院发生枪击案，嫌犯是学校退下的学生，本来下晝2點有課。24letý muž z obce Hostouň měl odjet do hlavního města Prahy s tím, že se svěřil, že si chce vzít svůj vlastní život. Ve 12:45 jsme obdrželi informaci o tom, že v té samé obci byl naležen mrtvý muž.
正手犯案的动机也无清楚，警方这方面也无人受伤。死伤者的身份正一日确认，案发现场附近几路条街拢封锁。查理大厦是一个布拉格古城，离14世纪起的查理大桥顶主要观光景点，只跟离差不多500公尺。官员讲，这件案件看起来甲恐怖攻击无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因那咱的海军海护畅水艦张中道是伫做赢外海执行任务的时，因为海影伤大，有6个官兵无细时跋落海，有救起来3个，目前还佫有3个人失踪。指挥部表示，这6个人拢有穿救生衫。发生了后嘛，已经赶紧成立应变中心在找找。总统蔡英文昨昏嘛专工改变行程，去做赢的海军舰队指挥部去了解状况。总统嘛指示讲，一定要全力搜救。总统车队来到高雄做赢海军艦指部，按过这个行程无伫排定计划内，临时变更是因为海虎舰艦中岛伫做赢外海执行勤务的时阵，装备脱落，实施铺航固定的时阵，向海影伤大，舰艦顶悬6个官兵落落海，第一时间4弹的小狗，4站的上尉，也有4里的士官长3个人，互人救起来。目前也有4人的士官长、4员4长的士官失联。6名官兵不慎落水，均穿着救生衣。该舰即实施人员救生及紧急处置。海军舰队指挥部指出，事发后立即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并指派 S 拐洞溪反潜直升机与多艘邻近载航舰执行搜救。海军艦指部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应变中心，连海巡的机电艦都到协巡。海虎舰艦是咱国海军的主力舰艦，主要任务有水中反舰艦、攻击敌方的军艦、支援敌种作战等等。伫海军现役舰艦内底作战力真强，伫服役年限已经超过30年。政府嘛预定伫舰艦构造完成了后替换。它的吨位比水面舰来的小，通常他们其实受到这个风浪的影响，其实蛮大的哈。那先前呢，我们有一个前进的舰长不幸因为这样就殉职海军呢就加强这相关的人员，他们叫人员落海的一些准备军事专家表示，舰艦动数比水面艦较细，舰艦铺航的时阵，拢必须承担风应大风险，世界各国拢同款。海军原来有前进人员落海的准备，像讲爱穿救生衣，也甲救生衫顶悬有装警报器，落海了后会发出声音等。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国防部长邱国正第一时间已经向蔡英文总统汇报，总统指示相关单位全力搜救失联的官兵，救起来的3人嘛爱提供上介好的医疗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中国国务院伫昨昏对外宣布讲，对明年开始，针对咱台湾11项石化产品，要取消ECFA的关税优待。国台办虽表态支持，嘛讲这是民进党政府单方面限制中国产品所造成的。佮讲两岸会当伫9二共识的基础顶悬来协商来解决问题。嘛因为咱的选举得要到位啊，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讲，中国安尼施做，政治目的直过经济目的。中国商务部日前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了后，中国国务院20日搁再公告，按明年元旦起，台湾的丙烯对铝甲苯等12项石化产品停止使用 ECFA 的关税减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讲，是民进党政府单方面限制中国产品来造成。两岸关系乃当恢复正常，双方伫9二共识基础协商解决经贸问题。对着总统大选，行政院长陈建仁讲，中国的政治目的较侪过经济目的。我方已展现最大诚意，多次呼吁在 WTO 架构下，双方可随时协商，为中方仍知意而为。有中方在调查报告时间上有刻意安排，显见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实属经济胁迫。陆委会警告中共当局立刻停止这些基于政治动机的操作举措，以免进一步片面伤害多年来双方建立的良好经贸关系。陆委会嘛讲重话，要求中国唔通想要介入选举，讲中国唔采用 WTO 加 ECFA 的争端解决机制，完全无照规范，这是伤害两岸关系、害人害己的作为，也若对台湾的影响，评估是冲击有限。整体 ECFA 来讲，以占我们整个出口来讲，已经大概不到4%嘛，这12项比例又更低，所以对我们的经济整体的冲击大概是非常非常有限。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我们还是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做改变的，大概还是会超过3%。经济部讲，中国自2015年全力发展石化产业了后，
台湾业者都已经主动分散市场。去年出口去中国的石化产品大约20亿美金，会针对受影响的业者加强补助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针对台湾11项石化产品停止 ECFA 的关税优待，关税会对即卖0%提悬到2%至10%。有学者就估算讲，业者一年可能要加纳美金5000万至7000万。石化工会嘛表示，即届受影响的大部分拢是石化业的开发产业，也毋过所有的产品拢会受影响。嘛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和中国协商减轻伤害。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节委员会无已经对外宣布，为明年开始停止部分 ECFA 产品关税优惠，包括饼鱼等拢总12项为台湾出口到中国的石化原料产品，拢要搁扣关税。这个12项一出来之后，等于把整个石化业的上游统统涵盖在里边。你上游的东西你受到影响，你就会影响到下游，整个石化产业的影响是蛮大。石化工会烦恼的是，若做中国未来连12项产品相关物拢爱搁扣关税，台湾至少20至30间石化公司会失去中国市场通销售。这届中国针对台湾12项 ECFA 产品取消关税优惠清单，包括饼鱼、磷二甲苯这些货品拢在内，尤其是三粒甲烷，若做搁扣关税达到10%，影响上大。拢总取消关税优惠了后，会扣2%至10%不等的关税。就这样子一个个别品项，可能就是政府可能需要去协助厂商，要去进一步去看看如何去吸收这个额外的关税成本。这几年以来，平均而言，它可能节省的关税大概就是在5到7千万之间。专家认为，一直到总统选战结束，中国拢有可能持续扩大 ECFA 相关制裁行动，安尼做买当因应中国经济变歹，趁机会降低中国工厂接单的压力。经济体跟经济体，国家跟国家，只要有这个某些意见是 conflict， 就是说互相不一致的，经常就会动用贸易障碍的方式来这个算是抵制对方。这一次12项产品，它直接首当其冲，就是对着台塑而来。那我相信台塑整个集团够大，它要吸收相关的这种输液的能力呢，我相信它也比别人强。专家提醒，ECFA制裁若做持续扩大，将来可能连工具机甲纺织拢会受到冲击。工总呼吁政府积极甲中国建立协商管道，才会当降低产业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选举，民众党郭文哲昨昏是去南门市场拜票，针对农地租人做停车场这个争议，伊强调讲会赶紧复原，而且讲要把租金全部拢捐出来。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即马是启动环岛的倒图系列造势，伊要去各县市提出在地发展计划。也那国民党侯友宜是提出伊的两化政策，伊宣示讲，伊就职了后1年内会甲中国恢复沟通。挂手头亲身体验成员高矮做法，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2日转后头厝，到家己台北市长任内，同港改建的南门市场拜票，为咗打响热情欢迎，搁送粽祝福伊保重。毋过伊最近互人逼空，名下新德市农用土地租人做停车场，郭文哲讲会赶紧甲红毛头扣掉，收到租金嘛愿意捐出来。作为那个游览车停车场用，是最近这2年多才该补所得税的要补，我会捐出来没问题。我还拜托那个黄国昌找一个律师，你知道来处理。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是开始环岛造势，以军行台湾国家建设计划做主题。头一天连走宜华东、屏东4县市，所来要到各县市提出在地发展愿景，依据每一个地方的特色、资源及发展定位，来投入建设经费，由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对予人议论的万里旧厝，赖清德表明高府工业信托来做炭坑工人生活纪念馆使用，国安局的地形公扫也因为安尼撤收，予人这个多税部分，赖经办表示已经依法缴清地价税，办公税也已经申请税籍，新北市财政局正式收件，一直现勘核算了后，追交5年的税金。也是国民党侯友宜回访本命区新北市，甲党内立委候选人斗战声，召开2化政策记者会，提出2目标、3监督、4战略，注定未来2化对话爱成功人权的问题。海基海协联系机制，杜绝台湾民众被无理的盘问、留住跟骚扰。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以后，逐步推动下一个两岸的贸易谈判。
不过中国同一天宣布停止액化部分产品关税减量，侯友宜认为安尼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呼吁赶紧重开协商机制，解决无益的争论。伊也宣示，立足当选就职10年来，一定会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搁重开海基海峡两会对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见面。即马有外国媒体曝光，有美国官员表示，伫两个人见面的时，中国有当面要求美国爱表态发出声明，支持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而且嘛爱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也毋过尾啊，白宫是拒绝。北京的国安会是表示，中国想要统一已经讲真久啊，一若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无改变，美国嘛无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海的现状。想起顶个月，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最近外国媒体报道，官员透露，习近平表明北京会统一台湾，也毋过时间无确定。中国甚至要求拜登爱声明支持中国台湾和平统一，无支持台独。也毋过，互北京拒绝。从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以至于相关资深官员历次的表述都是一贯的，即是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两岸旗舰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全球各方利益。外交部对此也表示肯定与感谢。咱国外交部对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等讲法表达感谢。那北京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也回应，中国想要统一台湾，并不是新鲜的代志。美国一中政策无变，无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在美国国务院的年终记者会上，国务卿布林肯也关切台海的和平稳定。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nd 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address them. We're deepening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ATO and our Indo-Pacific allies. These efforts have allowed us to engage more effectively when tackling areas of concern, like China's course of trade and economic practices,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and human rights. 在这个同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莱姆也表态，会甲共和民主两党机关起出地价型的入侵战争制裁措施。那中国想要侵略台湾，将会实施制裁，佮创造国防补给量能，供应予台湾。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今年元旦羊猪已经全面备检。农业部伫昨昏表示，世界动物组织已经伫12月19正式宣布讲，咱台湾是无羊水疫情的国家。这对咱一年产达13亿的饲养产业是天大的好消息，对产业永续发展有帮助。继续关心联合报，交通违规记点新制度6月底开始实施了后，引起真侪职业驾驶的司机不满。这虽然交通部已经万请部分项目的记点，但过民众也是真怨叹。行政院长陈建仁昨昏就要求记点的制度要全面检讨。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因为记点了后有发现讲道路交通开始有改善，所以会取消部分较无影响行车安全的记点项目。交通部嘛强调讲，检讨的范围会锁定伫新增加的30个记点的项目顶悬。来关心《中国时报》，教育部伫21日时召开私立学校退场审议会。即马有东义河村技术学校、中州科大，也有台湾首府大学、屏东私立花州工业加速职业学校，这4间私立的学校解散。这些学校目前拢已经无老师嘛无学生啊。河村、中州也有台湾首府大学的校地，即马会由内政部、台南市政府也有高雄市政府来接管。也若新北市树林高中，即马是学生投讲，天气遮尔寒，也毋过学校不准学生伫制服外口去踏衫，还是踏靴啊。总共穿来学校就要防体罚，爱罚开合跳，已经有学生跳2000个啊。学校是表示，并无限制讲袂使伫制服外口踏衫、踏靴啊，是讲穿便服的学生，若是无照学校的规定，才会处罚开合跳。不过教育部即马表示，甲学生罚开合跳已经是无符合规定，要求学校要随调整。
放学啊，像咱高中的学生囡仔陆续离开，走出校门口，就会当感受寒流的威力。有学生囡仔穿羽毛绒啊外套，也是连帽的衫。不过10月到11月份，有3个像咱高中的学生囡仔，甲青民协申诉，学校唔准穿风寒的衫，若穿一届爱罚开合条200个。有学生囡仔已经累积2000个。树林高中的案件是非常严重的体罚，而且有学生竟然被处罚，累计超过2000项处分，甚至是学生其实是在遵守教育部的服装仪容规定下，还遭受这样的体罚。青民协表示，教育部108年修正服仪规定的原则，学生囡仔会当依照家己寒热的感受，校服内外加添风寒的衫。像那高中违反规定，佫体罚。校方面回应，无限制穿风寒衫，是学生囡仔直接穿便服，爱交自省书，若是无交的，就爱用开合条代替。同学们就觉得说啊，我不要写这个自省书，好啊，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来做？所以才会有体能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方式。学校是讲开合条是学生囡仔建议才同意，嘛无2000个这种代志。不过，服役违规的6项辅导管教措施，无包括体罚的开合条，所以个邀请学校随调整相关的处理。这个我想我们会从善如流，来改善这一块啊。青民协指出，109年调查5至6成的高中已经遵守，去年调查又搁降低，这应该甲疫情期间教育部甲学校沟通变差，而且校务人员轮替，管理低能不足，教育部应该搁重新检查服役管教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失智症甲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嘛愈来愈多，这是咱台湾2大神经退化的疾病。为着要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即马民间有在推动一款手镜头仔舞，让民众会当自我检测。如果您的手有空，也可以跟着教练动一动啊。舞台顶，老师伫头前带头拍太极，时段拢真认真表演。因拢是帕金森症的朋友，这是一种中枢神经退化的病。台湾目前有8万多人得到。伫初期，患者会感觉动作较慢，困袂去，手会带顶顶镜头。因为较好发现，高雄冲动心脏协会推广一种手镜头的舞，民众会当家己检测。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有发现您或者是家中的长辈朋友在持续做这个25下的时候啊，食药啊，咔声，就用这几下来控制。我伫厝里咯，在伫厝家己煮饭，家己食。交易表现的镜头是伫运动方面，伊可能会出现主要是一寡活动会变较慢。可能脚甲手有一寡不自主的抖动的情形。除了帕金森症是脑的病症，动作有障碍；失智症是脑部退化、记忆变歹。目前台湾有31万多名患者，甚至有少年化的趋势。失智症朋友分享，伫初期身体拢无啥状况，真歹发现。拢无啥镜头，拢真好，定时吃药啊。即马改好啊啦！最近天气变化，温度变化特别大的时阵，爱特别注意一下退化的镜头，包括失智，包括帕金森者运动较无方便镜头，嘛可能较严重。协会指出，大脑神经退化病症当中，排名第1是失智症，第2就是帕金森症。患者是愈来愈多，最近天气变寒，镜头会更较明显，甚至是恶化，所以服药时段衫会穿较少。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北韩伫这个拜一有试射飞弹，而且这飞弹的射程是包括规个美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佮专工带查某囝接见试射阵部的官兵。金正恩嘛强调讲，中共有国家想要用核子武器来惹因一定袂丢毒，会直接还击。北韩10个试射高度超过6000公里，射程超过15000公里，会当涵盖美国全境的洲际弹道飞弹，引起国际关切。联合国安理会其中的10个成员国随即发表声明，谴责北韩违反安理会决议，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稳定。不过北韩宣布，为了对抗南韩甲美国制造区核紧张，有权捍卫自身的安全。The ICBM launch conducted by DPRK this time is a warning countermeasure in the face of the grave situation. 北韩官方媒体进一步报道指出，领导人金正恩拜三接见负责这项试射任务的飞弹局官兵，场面中伊的查某囝金柱也同齐出现。金正恩表示，这摆试射展现北韩军队的高机动性甲快速攻击能力，勉励官兵进一步加强战斗效率。同时呛声，若特地以核武惹事，兵种袂丢毒，进行核保护。
北韩较早也宣布，即摆测试重新采用固态燃料的洲际大导飞弹，为着评估核武的战备状态。面对北韩异地相关的区域紧张情势，南韩总统尹锡悦20召开防务决心会议，要求军方加速处置成熟武器，将平均用的时间14年减半做7年。同时，美日韩三国也伫济州岛举行联合军演，美军派出美援比轰炸机群加入。公司新闻将回应备了。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川普因为煽动国会暴动，所以撤销伊参加总统初选的资格。即马伊的对手，即马美国总统拜登接受访问的时候，媒体问到这件代志，伊是随打一个时机攻击川普。也毋过，这项判决也是有真侪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尾也有可能未通过。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引用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禁止部分分子担任公职，撤销川普伫当地总统初选资格。虽然明年的总统大选变化会真大，不过伊的对手拜登都哪亲像扣着枪，趁机会发动攻势。Well, I think certainly it's self-evident. You saw it all. Now, whether the 14th Amendment applies, I'll let the court make that decision. But he certainly supported insurrection. No question about it. 不过有学者分析指出，川普煽动支持者去国会干扰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程序，敢有牵涉到叛乱？也甲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第3条，是不是适用总统的职位，这拢是本案有待查清楚的关键。部分学者研判，联邦最高法院到尾也是会改变区州的裁决。This is a U.S. Supreme Court that remembers its crisis of legitimacy after Bush v. Gore, when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 the ones to decid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at case, we'd already voted. Here, we haven't even voted yet. I don't think the U.S. Supreme Court wants it to look like they are taking our right to vote away before we even weigh in on who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be. 学者认为，目前保守派伫联邦最高法院有6-3的绝对优势，裁决结果会偏向保守。不过，为了较无政治色彩，也有可能出现其中一个保守派的法官歪向自由派，形成5-4的局面。不过，到底结果如何，明年1月测试进前就有答案。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阿根廷。为着要救经济，阿根廷新的总统米雷伊第20日时宣布伊的政策，是甲300多项法规，毋是改变就是取消。也拿做派的劳工团体和政党嘛，动员几千人伫首都发起反政府示威。现任总统极右派米雷伊相信私有化自由市场是解决阿根廷唯一的解药。21日全国电视演讲中公布一系列所讲的经济电极治疗法的详细内容，亲像削减政府支出、国营企业民营化、放零抗疫规定、取消帮助法规、取消出口限制，也个大幅度货币变薄等等。El objetivo es comenzar el camino de reconstrucción de nuestro país, devolverle la libertad y la autonomía a los individuos y empezar a desarmar la enorme cantidad de regulaciones que han impedido, entorpecido y detenido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en nuestro país. 现任经济部长卡普托顶礼拜予披索兑换美金的汇率，为391亿披索兑换1美金，大拉到800披索的计数，拉价幅度超过50%，个计划要将每个月通膨率降低到20%至30%，同时增加税收。新政策一个公布，虽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欧陆，讲这是阿根廷恢复稳定加重建国家经济重要的一步。不过阿根廷全国各地各项物件拢起，像讲肉价起40%，壳牌石油公司加燃油价提高37%。阿根廷航空加机票价少起1倍。左派劳工团体加政党20日动员几落千人，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反政府的示威，加米雷伊政府加1976年至1983年的独裁政权相比拼。No estamos en una monarquía. No pueden decidir por arriba de nuestras leyes. Si quieren declarar. 示威民众经过所在道路两边，拢有全新武装的军警伫戒备。米雷伊10天前就伫就职典礼的誓言讲，要对任何想要阻挡伊改革计划的团体采取严厉的行动。18伊阁警告，任何封锁道路的抗议者可能会失去领国家福利的权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牛眼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做伙来看世界。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火，即马是造成红海的局势较紧张。支持哈马斯的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这个组织是伫透底攻击商船，即马已经有103架商船驶入闪开这一区，改行南非的好望角。也毋过安尼行远路，运输的成本就会增加，运输的时间嘛爱加3-4礼拜。继续关心菲律宾和中国这两国的官员，这两天是为着南海主权的争议咧相骂。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讲，全世界无国家支持中国伫南海主权的主张。也毋过中国外交部长嘛呛声讲，爱菲律宾唔通行唔知路，继续咧惹事。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昨昏嘛回应中国的警告，表示菲律宾有对抗压迫的勇气，所以因会继续维护因伫南海的主权。来关心《纽约时报》有报讲，美国上新的卫星影像有显示讲，中国即阵是点点啊秘密地去新疆罗布泊核子试验场，那有新屋超过500公尺真深的井，佮新增加真侪设施，内底包括有屋崩坑、咧铺路，还佮起一寡建筑物。影像讲，这就是证据显示北京正在考虑试验新一代的核子武器。来关心刑事局有抓到一个诈骗集团，竟然是中国反诈骗中心，讲因是内底官员，毋过敲电话专门咧讲骗这日本的华人，讲因的个人资料还有口罩拢用互偷摕去用啊，所以官方要赶紧替因监管财产，若无就爱甲因遣返。上无有几60人受害互骗去，那诈骗金额有1500万。警察来到嫌犯伫台中诈骗的机房，看门了后，要求所有人拍落。现场发现10个人，还有堆满规卡行李的现金，坐甲爱用机器来算。我发所得1486万，拢是被害人的艰苦钱。诈骗集团以姓张的主嫌做头，专门找伫日本的华人，逐工为台湾敲诈骗电话，假讲家己是中国轰炸中心的官员。发现对方的口罩各自互偷去用，要求把财产回互因监管。被害人因为歹查证，佮烦恼真正会互注销伫日本的居留权，以日票汇款去嫌犯提供的日本口罩，嫌犯佮用洗钱的方式把钱汇返来台湾。有人冒用他们的身份那有寄送这个违法的包裹，那这个包裹里面可能有一些伪造的信用卡或个人的资料，那有可能他们会被取消他们的日本的居留权。所以这些在日本的华人他们是非常担心。警方研判，伫日本的华人上烦恼互送倒去中国，中国官员阁算是因国内较强势执法人员。被害人因为会惊歹查证就互骗，初步统计敲出去的电话有上千通，尚无几10个人互骗，嘛无排除有日本籍甲中国籍的共犯。后续会请刑事局协助扩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知影赛车袂使用手机啊，用手机啊是违反规定的。若是互抓到，会罚3000块。也毋过呢，即马就一个客运司机拿赛车拿看影片，客运业者已经回应讲，已经甲即个司机记大过，而且会加强教育训练。人客载贵车，客运司机车拿驶，驾驶座倒平，光影是四个，真少甲看，手机啊咧放影片。人客头讲，司机乃赛车，哪看手机啊无专心。上国道了，虽然车速变紧，不过手机啊嘛照看，去甲公司反映。有关这部分，那驾驶人是坦诚他的缺失啦，他也感到非常的抱歉啦。我们公司会记大过一次，并列入在教育名单。这是往回新北市南口甲台北市政府的967客运，司机承认有哪赛车哪看影片。防记大过，搁要加强教育。不过像安尼，驾驶咧赛车的时阵，用目睭看手机啊，并无用手提，敢有违法？那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就是不太安全，因为他车上还有其他人，我自己觉得应该要算是违法。法律上讲应该算吧，因为那天我做一个司机，他就在这里，他有接电话，交警就把我们拦下了。伫路面赛车，敢会当用手机啊？法律有规定，若是用手提、有卡、有接、有讲话。就会当罚3000块，不过用手片放伫架顶的手机啊，嘛是有问题。
你是架在手机架上，那你如果说明确是，假如说你有发现蛇行，或者是说你有差点撞到其他人车的话，那这种有明确危害到交通安全的方式，我们就会依个案去做审认，看他是不是有道交条例第43条危险驾驶的适用。那赛车那回信息看影片，甚至算手艺，警方讲准讲无用手提，只要是情形严重，妨碍到交通安全，同款是构成危险驾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间由国防部委托实践大学管理的幼稚园，有家长是指控讲发现老师管教伤过头，爱囡仔卖吵，转用大布把囡仔嘴打掉咧。幼稚园有调监视器的画面来追查，已经甲这2个涉案的老师停职。台北市的教育局嘛，随甲这2个老师罚60万，而且要求禁止因袂使阁做教保员。由国防部委托实践大学经营的幼儿园才开办3年，所传出热动事件。有家长10月份向园方通报，囡仔亲像遭到不当管教，园方随启动调查，通报教育局2名老师同时透露。他只是会一直反复说他不想来学校，为什么会去学校哭这种话？他踏进学校的时候，他会有点就是哭闹不想进去。规个事件会见光，传出有小班的家长向园方通报。有老师亲像将囡仔的嘴打两包啊，也阁有幼童转去，甲爸爸妈妈讲老师真歹。虽然囡仔身上无发现明显伤痕，也毋过园方毋敢代伊，连续2天调挂监视器，调查涉嫌不当管教的2名老师，敢是有其他不当管教行为。事后园方也挂检查，并且发文向囡仔甲家长回示咧，好佳在班上的囡仔拢已经渐渐恢复稳定，伫班上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是说情绪跟工作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因为都是成年人了，本来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做负责。这2位教保服务人员确实有虐待幼儿身心的情事哦，2个人分别是裁罚60万，并且终身不得再进幼儿园担任教保服务人员。我该关注幼儿园敢是有知情不报？北市教育局回应，有另外组调查小组，大约明年1月就会当厘清后续家长。若有发现囡仔出现行为退休，也是身心灵受损的状况，教育局会提供个别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伫台北市艋舺的宽南市场半暝半是2楼的消防管线向喷出消防的化学泡，结果呢有7大咧卖肉的店头拢互喷着，若这肉无通卖啊，大约损失有30万。市场的主治会是表示，目前看起来敢若是鸟鼠去夹歹电线，才会发各样才会安尼，所以因伫休市的时讲的换电线，嘛会全面检查。液体一直喷落来，喷到4月拢是室内空间，突然降落有泡的水。那个要去洗掉哦，这是化学的，那个东西都毁了。滴滴答答落袂停，现场如苍苍，位于台北市的宽南市场，离透早1点外，店头拄啊开工，排大做生意。消防管线突然喷水，连续喷出化学泡，附近的单位事物全拢受影响。消防跟那个跟瀑布一样，食材有碰到，可是我们全部销毁，那个也没办法卖的啦。那个到时候客人吃了出事了，麻烦。鸡肉剥着泡，无奈袂当被全部收回销毁。2楼局部店头受影响，拢是家禽区单位，整体损失达到30万。经过消防设备师到场调查了后，宽南市场主题会初步判断，消防设备管线和鸟鼠加破电线，才会造成受到来引起喷水。强调休市了后换电线，全面检查所有电线。这次受损的就是在家禽区，目前只有7摊那个摊商食材受到损害。我们应该不会就是用现在表面的这些日证去判断这事情发生的原因。现在大概知道说是什么设备、什么线路会有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去赔嘛，第二个就是消防厂商可能也有责任。虽然主题会讲鸟鼠甲破电线造成的，也毋过台北市市场处表示，什么原因造成受到，也爱去调查，到底是市府管理无做好，和鸟鼠弄入来，也是消防厂商设备巡检无落实，责任归属等待厘清。只是消防安全设备关系人命，相关有方作为，拢应该更加加强，无应该出现任何过样。记者综合报道。
日月潭是中部正出名的观光景点，为了要提升空气品质，维护旅游的环境，南投县政府即马打算伫日月潭边仔规划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区，而且要针对柴油车也有加油的机车进行污染源的管制，明年元旦开始实施。日月潭湖边起雾，就像破目山水的景色，和当地就算是一般的上班日，也是涌入真侪游客。南投县府11月公告，将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列为空气品质维护区。搁伫明年的元旦起开发无合格车辆，当地民众表达赞成。这个环境很漂亮哦，而且那个空气品质让人家感觉有向往的感觉。如果你污染的话，会减低它的旅游的品质，反而是向上提升，不是向下沉沦的旅客数。管制措施处理对象是出厂2年以上的柴油车，甲出厂5年以上的燃油机车。我1年来无出示排烟排气检验合格的人。南投县环保局11月宣导期间，透过车牌辨识系统发现有23.8万台车经过日月潭公路区，其中2.7万台柴油车无符合规定，无合格率大约是1/5。因过以柴油车从事旅游包车业者表示，检测这单到环保局真无方便，各事情宣导不足。像我知道的是监理站特别有发资讯给我们才知道，不然一般你如果没有在电视上看到，通常不太会有人知道。好，那因为这个公告实施没有很久哈，所以车主的熟悉度还有政策的宣导都有待加强。那本局会发文给国内相关的车厂啊，请车厂再转知我们车主日月潭空围区的管制的一些规定。环保局讲，宣导有关需要加强，会发配予全国车厂协助转通知车主，完成期会到这个月底为止。明年元旦起，会以空气污染防治法第76条裁处无合格车辆，相关会当罚6万。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一个品牌若要成功，一定要有一个通人知的品牌形象。单位定校协会有举办计划，选出10件有商业发展价值学生囡仔的作品，互因经过6个月课程的训练，互因的作品有拍入市场的能力，希望会当发展出咱台湾有特色的单位。皇台伫6张列车的，真侪拢是反抗政府死了不明不白的人，逝去的灵魂，有遗憾是无法度去淘汰的。所以，阮真正足需要你帮忙。这出动画片以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出发，是由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的学生黄信伟创作的。伊无意中去知影台北6张的公墓，再去研究思考这个主题。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那边的一些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故事，那包括就是像那边有个知名的白恐受难者叫黄荣灿嘛，就是恐怖的检察这个木刻版画的创作者，所以我就创作了《不想了一番》这个短片版本的作品。这个作品原底是黄信伟读研究所做的作品，要参加动画特校协会办的动画新秀呼吁计划重新创作。这个计划选出10个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学生作品，在6个月的计划当中参业界合作，把作品以商业市场提案、开发的方向再做。借由业界的辅导，还有业界的这些资深的这些动画人来辅导这些动画新秀。然后让他们的创意可以有进一步进入商业市场的机会。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很难有一个大型的这个动画制作，因为 IP 不在我们手上。台湾内容，台湾自己的 IP 首先要发展，不然的话，如果永远是在国外大型 IP 的架构底下，我们其实很难脱离这个魔掌。协会表示，明年的目标希望这10出动画通结合做剧集，加做有台湾特色 IP 的影视作品，在线顶影音平台播出。协会认为，若这款作品通互更较侪人看到，台湾的动画市场就更加有发展机会。记者林永凯台北报道。作家康源长期是主心台语诗歌的创作，即摆是按伊的孙和伊的孙画图共同推出台语诗话的册，号做《浦东》。公孙下做伙创作出思念家乡、关怀土地的台语诗话。这张图一首诗，这是作家康源、参孙仔、杨一念共同创作的台语诗话。伫国外读册已经11档的杨一念，发现讲台语会当解乡愁，开始甲阿公用台语通电话。学艺术的伊嘛画图表达留学的心情，阿公康源才来看图写字句。浦东意思就是讲，伊一个留学生伫外国内底
那就浮浮沉沉迄款感觉吼。所以我希望讲大家知影讲留学生伫外口，因就是思乡啦，所以互人了解伊的心情。康源长期注心台语诗歌创作，嘛有伫中华师范大学教册。校方特别邀请康源到校内展出台语诗话，让学生看到台语创作的优雅甲变化。大家看到讲，那像漫画，这种方式的，这种画图，让学生有足侪空间会当去思想。文学甲艺术的结合，伫展览是足特别、足看到的，所以我感觉这届的展览是足有意义的。康源老师的创作包括济的囡仔歌、台湾历史发展、人文、生态，拢是伊创作的题材。伊表示，这本册主要记录公孙仔之间的感情，甲翁仔册甲台语当作是传情的甜言蜜语，嘛希望鼓励少年辈若有心，会当用各种的方式来学母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泰国。泰国国会众议院伫昨昏初审通过和泰国同婚合法化法案，嘛将做东南亚国家的头一例。接落来，众议院会做专门委员会合并4个版本，按算伫明年完成三读。泰国国会众议院2日以360票赞成、10票反对，一同通过内阁版本的民事加刑事法修正草案。甲法案内面言语自查甫人加查某人改做个人，翁婿甲牵手修改成做婚姻陪伴，和同性伴侣享受到甲异性戀伴侶同款的權益。ก็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ๆเลยนะคะที่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เราใกล้จะเป็นจริงแล้วในวันที่เข้าสภ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ฉบับของภาค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นี่ยผ่านไปด้วยดี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เป็นกำลังใจให้กับทุกฉบับด้วยค่ะและหวังว่าฝันที่เราต่อสู้กันมากว่า20 กว่าปีจะเป็นจริง伫即卖民事加刑事法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组成。伫进前就泰国的同性伴侣想要登记结婚，但是拢互行政单位因说相关条文拒绝。泰国军政府内阁捌伫咧2018年通过同性伴侣法草案，并且送国会审议。因不因为议会选举草案就空掉的，即卖新国会上台，法律程序也该定来。因过2019到2023年之间，同婚法案一直拢卡关，无法度三读。一直到新总理赛塔5月上台了才继续。เราก็เป็นมนุษย์เหมือนกัน เรา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ป็นคนที่มีสิทธิ์ที่จะทำให้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เท่าเทียมกับเพศหญิงและชายปกติ อยากฝากเรื่องการ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ที่เข้าสภาก็ความหวังสูงสุด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ก็คืออยากให้ผ่าน 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จะได้ทำอะไรได้ดีขึ้นมากกว่านี้ครับ修正草案估计明年就当进行2读加3读，那众议院完成3读，法案也该送参议院通过。经过泰皇同意，公布伫咧政府公布，就当正式宣告泰国同婚合法。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除了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香港嘛是。香港有2成人口超过65岁。伫2050年时，香港有可能会成做全世界老化程度上悬的城市。所以，即阵香港嘛正注重社会福利，看安怎做会当互老人的生活袂无聊。以前迪斯科舞会属于香港的黄金女郎甲黄金先生。少年时阵真熟悉舞曲，老派五花十色的闪示电火，互因好亲像等甲家己上青春的美好時代。典型嘅飛女嚟嘅，細個嗰陣時咧，成60年前喎。嗰陣時我哋就中意跟啲同學去 disco 啊，自己開 party 啊咁樣跳舞咯。跳舞嗰段時間咧，係令到我可以釋放好多嘢。下晡 disco 是頂一世紀700年代港片時期繁華年代產物，即賣安尼做是港府為幫助老大人避免因成過高齡舉辦的社會計劃之一。因為香港去年已經進入2成人口比65歲較懸的超高齡社會，2050年各將超過1項，以4成人口超過65歲將做全球老化程度相關的都市。減少社交機會，讓老大人閣較無願意到外界來往。當地另外一個提關老人社交興趣的計劃叫做教育醫生，將溫順治療犬帶入去老人照護中心，望因的辛苦，飼因食點心，教外友善溫暖簡單活動，都讓這老人真歡喜，閣唔免煩惱被拒絕、被排斥。真係唔開心嘅，因為少咗啲活動，
少咗啲去街啊，成啊，係悶啲嘅，係都覺得好好啊，起碼佢聽話啲嘅，唔會搏嘴嘛。我哋有啲狗狗去到咧，佢會去一啲朋友度咧，佢會行去嗰度望下佢，喂你摸下我啦，咁啊再唔係可能做個動作我喺度啊，咁佢哋會融化到佢哋咯。造成老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生育率低。民調顯示，香港人因為經濟負擔厝較少，加上自由受限，愈來愈無想要生囡仔，甚至移民。港府也一個催生，因此求偌濟生囡仔意願，這都愛個觀察。公視新聞是會中朋友。天氣報道在同齊關心各地台溫度。北部溫度上低是9度，上懸13、14度。中部溫度上低共款9度，上懸有18度。南部溫度上低是10度，上懸有20度。東部溫度上低9度，上懸17度。外島6度至17度。感謝鄉親收看，尊敬平安順心，明仔再去9點，咱再會。